香港最近有一單事鬧到成個城市都熱烘烘，就係狗只可以入食肆呢條新規例。新措施先至生效咗短短幾日，坊間已經爭論不斷，網上世界更加係日日都開新戰場。最誇張嘅係，有餐廳喺新措施推出一兩日之後，就即刻話頂唔順，宣布退出計劃。速度之快，連旁觀嘅市民都覺得意外。一個原本睇落幾溫馨嘅政策，點知一落地就變成咗愛狗同怕狗兩大陣營嘅角力場，火藥味越嚟越濃，雙方都好似勢不兩立咁。不過，如果將所有矛盾都推晒落啲狗隻身上，其實係捉錯用神。真正嘅關鍵從來都唔係嗰隻狗，而係人，即係狗主本身，究竟有冇盡到管束同善後嘅責任？今日呢條片，我哋就同大家由頭到尾拆解一次，睇下呢場風波背後到底反映咗香港社會啲乜嘢深層次問題，同埋點解會有政界中人擔心呢個政策隨時會重蹈2年前垃圾收費爛尾嘅覆轍。首先，我哋要講句公道説話，今次針對政策嘅解說同準備，當局其實並非完全冇做嘢。喺新規例生效之前，食環署已經多次主動接觸餐飲業界同保險業界，逐點咁講解新規嘅細節，包括邊啲區域可以容許狗隻進入，狗主同餐廳各自要負乜嘢責任等等。當局甚至邀請咗藝人幫手拍攝宣傳片，希望用親民嘅方式教育公眾，做足表面功夫。呢啲準備工作，客觀嚟講係有做過。但係當政策真正落地嗰一刻，大家先至發現一個好殘酷嘅現實，部分狗主嘅素養明顯跟唔上政策嘅進步。政策可以一夜之間變得好文明，但係人嘅質素就唔係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到。喺網上所見，部分狗主真係一啲都唔自律。衛生亂象一單接一單，有人竟然用返餐廳嘅餐具，直接去餵自己指愛犬，將公用嘅碗碟碗筷當成寵物食具，又有人任由隻狗爬上餐台，4隻腳踩到成台都係，狗毛四圍飛，衛生情況一塌糊塗。最令人皺眉嘅係，做出呢啲行為之後，佢哋非但冇覺得有問題，仲要大搖大擺咁影相打卡，放上社交平台，當成一種潮流嚟炫耀。呢邊廂啲亂象一曝光，嗰邊廂持相反立場嘅網民就唔會坐以待斃。有啲人索性自己動手，整理咗張所謂嘅杯葛名單，將全部容許狗隻入內嘅餐廳一間間列晒出嚟，公開揚言以後拒絕光顧，決定用自己個荷包嚟表態。一時之間，兩派人喺網上你一言我一語，由講道理變成人身攻擊，罵戰不斷升溫。原本嘅政策討論就咁樣淪為一場情緒對罵。講到底，我哋要冷靜落嚟諗下問題嘅核心到底喺邊。本身都係狗主嘅實政圓桌莊豪鋒就一針見血咁指出，香港食肆空間狹窄，呢個係一個客觀存在嘅限制，冇得拗。喺一個台貼台幾乎冇乜私人空間嘅環境入面，容納寵物本身就有一定難度。但佢強調，真正嘅核心問題其實在於部分狗主自律意識不足，缺乏公德心，一次又一次挑戰緊全香港市民對公共衛生嘅底線。莊豪鋒認為，一個真正嘅寵物友善社會必須建基喺互相尊重4個字之上。愛狗人士要尊重唔養狗人士嘅感受，唔養狗嘅市民都要俾多少少空間俾寵物家庭。基於呢個原則，佢建議政府應該牽頭設立一份寵物友善食肆約章，俾業界同狗主都有一個清晰統一嘅標準去跟從，唔好各自各做。同一時間，食環署亦都需要加強突擊巡查，對嗰啲屢勸不改、情況嚴重嘅極端個案作出實質嘅處罰。淨係得把口叫人自律係冇用㗎，一定要有牙力，罰得到人先至有阻嚇作用。另外，有一位曾經喺執法部門任職嘅人士就分享咗佢喺前線嘅第一身觀察。佢話因為管束寵物而引起嘅私人糾紛，其實一直都經常出現，而且問題係千奇百怪，乜嘢古靈精怪嘅情況都遇過。佢直言，香港養狗嘅門檻實在太低，幾乎係人人都養得。部分人只不過係想享受寵物帶俾佢哋嘅快樂同陪伴，但係就唔願意負上相應嘅責任。
佢仲舉咗一個好貼地，好多人睇完都會心微笑嘅例子。佢話有啲狗主根本自己都唔理隻狗，平時放狗、清理排泄物呢啲最辛苦嘅工作就交晒俾屋企嘅外傭去做，自己就淨係抱住隻狗喺鏡頭前面影相打卡，享受被人稱讚嘅感覺良好。呢種淨係要享受唔要責任嘅心態，正正就係今次亂象嘅根源。正因為咁，呢位人士認為，當局喺推出寵物友善政策之前，本應該認真研究一個更加根本嘅問題，就係飼養狗子係咪應該好似揸車攞車牌咁，要考牌先養得。就算未去到咁嚴格，最起碼都應該要求準狗主接受一定程度嘅狗主教育，喺養狗之前先學識點樣管束、點樣善後、點樣做一個負責任嘅主人。呢個諗法聽落好似好嚴，但係喺唔少寵物文化成熟嘅地方，其實早就已經係基本要求，並唔算苛刻。當然，我哋睇件事一定要持平。近年香港嘅消費市道確實比較疲弱，市民北上消費成風，本地餐飲業叫苦連天。喺呢個背景之下，狗隻入食肆呢個政策，佢嘅原意其實係非常之好㗎，佢有助吸引嗰啲養寵物嘅市民選擇留喺香港消費，唔使因為要照顧屋企隻狗而唔敢出街食飯。同時亦都幫餐廳開拓多一批新客源。單睇出發點，呢個政策絕對值得俾個讚。但係好嘅出發點唔一定會帶嚟好嘅結果。問題就出喺制定政策嘅人明顯高估咗社會嘅接受程度，亦都高估咗狗主整體嘅公德心。就好似平時喺公園、喺街邊，狗主放完狗之後冇好好清理排泄物，途人好心出言勸喻，反而俾對方鬧返轉頭，仲要惡人先告狀。呢啲情況其實呢幾年嚟喺香港已經係司空見慣，見怪不怪，連街邊咁基本嘅善後都做唔到。一入到食肆，呢種對衛生要求更高嘅場所，出事幾乎係可以預見嘅結果。而講到最令人擔心嘅地方，就係有政界中人直言不諱咁指出，大家今次係明顯高估咗本港狗主嘅文明同自律程度。佢哋最驚嘅一件事就係今次呢個政策會行返2年前垃圾收費爛尾嘅舊路，重蹈覆轍。呢個對比其實好值得大家細心咀嚼。大家可能都仲記得2年前政府大力推行垃圾收費，同樣係一個講咗好多年、願意絕對唔錯嘅環保政策，目標係要減少廢物、鼓勵回收。但係喺實際推行嘅時候，因為配套嚴重不足，指定袋供應同使用方法令市民一頭霧水，執行上又困難重重，結果引嚟排山倒海嘅反彈。最後政府喺一片爭議聲之中，唯有宣布無限期押後，一個講咗咁耐嘅政策就咁樣爛尾收場，變成一個典型嘅反面教材。呢個前車之鑑，正正就係今次好多人心入面揮之不去嘅陰影。道理其實好簡單，如果狗隻入食肆呢個政策同垃圾收費一樣，得個好意頭，但係欠缺清晰嘅執行細節、明確嘅權責劃分同埋足夠嘅配套，佢好大機會就會複製垃圾收費嘅悲劇，最後同樣係不了了之，白白浪費咗一個好政策。所以多位政界中人都紛紛呼籲當局要把握政策初推行嘅黃金時間，盡快微調各項細節，補好所有配套上嘅漏洞。除咗政策執行呢個技術層面之外，仲有議員嘗試由一個更加宏觀嘅政治角度去解讀今次呢場風波點解會鬧到咁大。佢哋觀察到一個頗為值得深思嘅社會現象。當社會上部分人喺政治層面上面感覺冇辦法有效咁表達到自己嘅不滿嗰陣，佢哋嘅情緒同關注就會轉移，投放去其他社會民生議題之上，並且變得異常敏感。換句話講，只要一涉及到政府政策有任何不足之處，唔理係大係細，呢班人都會立即將矛盾放大，情緒先行。就算個政策嘅出發點明明係好㗎，佢哋都會習慣性咁先潑一盆冷水落去再算。呢種瀰漫喺社會嘅情緒，其實對於任何一個新政策嘅推行，都構成一種無形而巨大嘅阻力。呢位議員都不禁感慨，如果長此落去，凡事都先入為主咁唱衰，對成個社會嘅良性發展，未必係一件好事。
講咗咁多，其實成件事嘅脈絡已經梳理得好清楚。狗隻入食肆呢個政策本質上係一件好事，佢代表住香港正逐步走向一個更加多元、更加包容、更加寵物友善嘅現代化社會。呢個大方向係值得肯定嘅。但係一個文明社會嘅建立，從來都唔可以單靠政府一紙規例就水到渠成。真正嘅關鍵，最終都係落返喺每一個狗主身上。政策可以進步得好快，一夜之間就改變規則，但係人嘅質素、同理心同公德心就需要漫長嘅時間去慢慢培養同沉澱。當每一個狗主都願意主動管束好自己紫外犬，認認真真做好每一次善後嘅工作，並且由衷咁尊重身邊每一位唔養狗嘅市民，到嗰陣呢個政策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咁行得遠、行得穩。而作為政府嘅一方，一份清晰嘅約章、足夠密度嘅突擊巡查、具阻嚇力嘅實質罰則，再加上長遠而有系統嘅狗主教育，呢幾樣配套一個都唔可以少。唯有當政策嘅進步同人嘅質素能夠並駕齊驅，香港先至有機會避免又一次爛尾嘅尷尬，真正建立到一個大家都住得舒服、去得放心嘅寵物友善城市。歸根究底，呢場愛狗對怕狗嘅風波，表面上睇落好似只係一場關於狗隻嘅爭議，但係佢真正照射出嚟嘅，其實係香港人嘅公德心水平，同埋成個社會嘅文明底線去到邊。呢一課無論係狗主、係普通市民，定係制定政策嘅政府，其實大家都應該認認真真咁好好上一次。好，今日呢一集嘅深度分析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如果你都認同養寵物先要學識負責任呢個核心價值，記得幫手撳個讚，訂閱埋我哋個頻道，再開埋旁邊個小鈴鐺，等你之後每一集嘅內容都唔會走漏眼。我哋下集再見。